中大雅，台湾最大的小麦产区，田里有了新的守护者，鲤鱼旗取代了稻草人。那稻草人好像有时候晚上比较容易吓到人。鱼旗的话，因为它会飞，它本来就是有一个不是人形，所以比较不会像惊吓这样。日本特色用来祈福的鲤鱼旗，拿来赶鸟，也创造了景观。设计者陈俊良，工厂内外挂满大大小小的鲤鱼旗。最初是好玩，没想到吸引游客，意外发现新商机。刘刚，你跟毛海妈哥，你在忙什么？同一个共工，在忙着赶工。是因为我们鱼旗是手工做的，有一次如果几千只的话，做的时间需要很久的时间。仔细看，陈俊良生产的鲤鱼旗可不只是鲤鱼图样而已，樱花钩吻龟、盖斑斗鱼、马口鱼、台湾国宝或在地鱼种都有。他也一直在找新的变化。明年是龙年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设计了，又把它变成龙的鱼旗这样。然后这个就是也是电脑上面做出来的，有一些现在越做元素越多，就是说把像这个客家元素把它融合进来到我们的鱼旗里面。这是什么鱼？这个也是樱花钩吻龟，但是就是用我们的客家图腾，还有结合手工的彩绘趣味。这是染料把它加强在纸上面，然后用机台再转印。经营布料生意几十年，陈俊良无心插柳而成的副业，这些年让他越来越有成就感。我们的鱼旗现在是全台湾跑。持续接到客制化订单，独具特色的台湾鲤鱼旗将在各地飘扬。有祈福象征的鲤鱼旗，在台中大雅出现了不同的风貌，倒也让传统布业有了截然不同开发的元素。本地嘅毛海马嘅，当地嘅公公。本地嘅毛海马嘅，当地嘅公公。